你試下諗下，有一日你去銀行側邊部櫃員機打算冚錢買餸，點知本存摺駁仔一印，平時準時到不得了嗰幾千蚊長者生活津貼，竟然無入到數。又或者，你明明係攞緊高額傷殘津貼，點知收到封信話你個情況變咗做普通額，每個月即刻少咗幾千蚊。你以為自己戶口入面根本冇乜錢，無理由會斷供，但係社署偏偏就係停咗你。呢種臨老失預算嘅感覺真係好彷徨，好似成個人跌咗入冰窿咁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，點解好多老人家或者傷殘人士明明覺得自己好窮，好符合資格，但啲救命錢會突然間被消失。其實入面有3個關鍵位，如果你搞唔清，唔單止係攞唔到錢，甚至可能要你嘔飯之前攞咗嗰啲出嚟，分分鐘涉及成10幾20萬。首先，我哋要講嘅第一個關鍵位，亦都係最多人中招嘅位，就係關於資產嘅定義。好多老友記以為資產就係指銀行戶口入面嘅錢。你可能會話，我個戶口得嗰1、2萬蚊，連資產限額嘅1/10都冇，點解會話我超標啊？大家一定要記住，社署睇嘅資產係全球資產，而且係所有形式嘅資產。最容易俾人忽略嘅第一樣就係保險。好多人喺20幾30年前，即係大約1990年或者2000年左右，幫自己買落一啲人壽保險或者儲蓄保險。你可能供完好耐，甚至已經唔記得咗。但係呢啲保險入面有一個嘢叫現金價值，喺社署眼入面，呢啲通通都係錢。如果你份保險嘅現金價值加埋你銀行嗰幾萬蚊，過咗嗰個限額，你就係超標。我見過有個案，個伯伯喺1985年買咗份細保險，供咗10年就停咗，點知幾十年後嗰份嘢滾到變咗10幾萬，結果佢申請長生津嘅時候，就係因為呢份被遺忘嘅保險搞到要停發。仲有啊，除咗保險，仲有一樣嘢叫物業。你可能話，我得一間自住樓，社署唔係話自住樓唔計咩？係，如果你得一間自住樓，嗰間樓嘅價值係唔計入資產。但係如果你間樓入面有一個房係分租咗出去收租，或者你同人合資買咗另一件細物業，就算你只係佔1/5嘅業權，嗰1/5嘅估值都會計入你嘅資產。仲有最陰濕嗰樣嘢，就係聯名戶口。好多老友記為咗方便，會同仔女開個聯名戶口，諗住仔女每個月入啲家用入去，或者等仔女幫手交水電費。但係喺社署嘅邏輯入面，除非你有好強有力嘅證明，否則聯名戶口入面嘅錢係會當成你同另外嗰個人平分。如果個仔入咗50萬入去，諗住遲啲裝修屋企，就算嗰啲錢係個仔嘅，社署都會當你有25萬喺手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明明戶口冇多錢，但都會斷供嘅原因。第二個關鍵位就係居住要求同埋離港限額。呢個位喺呢幾年特別多人出事，尤其是喺2023年之後，大家中意返大灣區生活或者去外地探親。根據現行嘅長者生活津貼同埋傷殘津貼規定，申請人喺獲發津貼嘅嗰1年內，必須要喺香港住滿180日。好多人以為只要我每個月返嚟香港1、2日，攞咗錢再返上去就得，其實唔係咁簡單。如果你喺一個年度內離開香港超過56日，你嗰1年嘅津貼就會按比例扣減。如果你離港太耐，甚至連基本居住要求都達唔到，社署係有權即時終止你個津貼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覺得我只要記得返嚟咪得咯。但係你要明白，而家係電腦化時代，入境處同社署係有資料聯網嘅。有啲老友記2024年年頭去咗外國揾孫，諗住住夠半年先返，點知住到一半，香港個地址就收到社署嘅信要求面談或者做年度復檢。因為你無人幫你收信，你無覆到信，社署就會當你已經唔喺香港居住，或者已經唔再符合資格，直接就停咗你份糧。呢個就係所謂嘅被消失。到你返到香港，發現無錢入賬，再去追返嘅時候，個手續會非常之繁複，仲要你解釋點解之前唔覆信。如果解釋唔合理，之前嗰幾個月甚至半年嘅錢
係冇得補領返價。第三個關鍵位係最令人心痛嘅，就係醫療評估嘅變更，特別係針對傷殘津貼。好多人分唔清普通額傷殘津貼同埋高額傷殘津貼。攞普通額嘅人係經由公立醫院醫生證實，你嘅殘疾情況令你喪失咗100%嘅謀生能力。而高額傷殘津貼除咗要喪失謀生能力之外，仲要加多一個條件，就係你喺日常生活入面需要人哋經常性嘅護理。好多個案係咁樣嘅，有個老人家68歲，之前因為中風做咗手術之後行動唔方便，醫生評估佢需要人全天候照顧，所以攞緊高額。但係過咗2-3年，可能佢康復得唔錯，或者佢喺2025年去做年度復檢嘅時候，醫生見佢可以自己行入診症室，甚至可以自己着衫解紐。雖然佢依然係唔可以返工，依舊係殘疾，但醫生可能會覺得佢唔再需要24小時經常性護理。就係呢一點點嘅分別，你份津貼就會由高額降做普通額，金額係由每個月大約4000幾蚊跌到得返2000幾蚊，足足少咗一半。好多人唔明白點解明明我病仲未好，點解會減我錢？其實係因為你冇留意到個護理程度變咗。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傷殘津貼係唔可以同長者生活津貼一齊攞嘅。如果你已經70歲，你以前係攞緊高額傷殘津貼，金額係4000幾，但如果有一日醫務評估話你唔再符合高額資格，降返落普通額，即係2000幾蚊，呢個時候你就要計數啦。因為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嘅金額通常係比普通傷殘津貼高。如果你唔識得去轉身領長生津，你每個月就會白白損失咗過千蚊。呢啲都係救命錢，一毫子都唔應該蝕。講完呢3個關鍵位，我想再深入講下一啲大家成日常犯嘅技術性錯誤。好多人以為申請咗之後就一勞永逸，其實社署會定期寄信做郵遞複核。封信通常叫受助人資料更新表格。好多人見到呢啲信，以為係垃圾郵件，或者覺得我情況無變，唔使理佢啦。我同大家講，呢封信係你份津貼嘅命根。如果你喺指定限期內無寄返去，社署嘅電腦系統就會自動將你列為失聯個案，下一期嘅支票或者入數就會即刻停。仲有一種情況係關於同住家人嘅。長者生活津貼分開單身人士同埋夫婦2種限額。如果你係同配偶一齊住，就算只有你一個人申請，你配偶嘅資產都要一齊計入去。有個案係咁，個老婆本身冇做嘢，夠65歲去申請長生津，本身佢戶口冇錢，點知社署查到佢老公有個幾十萬嘅股票戶口。雖然個老婆無名，但因為佢哋係夫婦，資產係要合併計嘅。結果個老婆唔單止申請唔到，仲因為報少咗資料，俾社署追究係咪刻意隱瞞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一定要清楚，社署查資產係可以追溯返過去幾年嘅。如果你喺申請前嗰幾個月，突然間將戶口入面嗰幾十萬轉走晒俾仔女，呢個行為叫資產轉移。社署係會要求你解釋呢啲錢去咗邊。如果你解釋唔到點解突然用咗咁大筆錢，佢哋可以當呢啲錢仲係喺你手上面，繼續計入你嘅資產限額。所以唔好諗住臨急抱佛腳去轉走啲錢，呢招喺2026年嘅今日已經唔係咁易行得通。咁如果真係不幸斷咗供，或者被消失咗點算好？第一時間你一定要帶埋封信，或者帶埋你份存摺去你所屬地區嘅社會保障辦事處問清楚。你唔好喺屋企坐喺度愁。因為時間越長，追返嘅機會就越細。通常如果係因為漏咗交表格，只要你即刻補返，佢哋審批完之後，有機會可以補發返停咗嗰段時間嘅錢俾你。但如果你係因為資產超標或者離港超時，咁就真係冇得補返，你要等到重新符合資格嗰日再重新申請。另外，大家要留意2025年同埋2026年嘅資產限額調整。政府每一年通常都會跟隨通脹去微調呢啲數字。如果你舊年因為超咗少少資產而申請唔到，
今年可能因為限額放寬咗，你就符合資格啦。所以唔好試過一次唔得就以後唔試，要留意住每年最新嘅公佈。最後，我想提醒所有攞緊呢啲津貼嘅朋友，或者係幫屋企人處理緊呢啲嘢嘅仔女，長生津同傷殘津貼係香港社會福利嘅安全網，係俾有需要嘅人維持基本生活嘅。雖然手續可能繁複，規則可能嚴苛，但只要你準確申報，留意住我頭先講嗰3個關鍵位：第一，搞清楚全球所有形式資產；第二，守好離港同居住要求；第三，留意醫療評估嘅變化，咁你就唔使驚啲錢會無啦啦被消失。如果你身邊有老人家，或者有朋友係攞緊呢啲津貼嘅，記得要幫佢哋檢查一下，特別係檢查下有冇收過社署嘅信，同埋問下佢哋最近有冇幫仔女做過擔保人或者開過聯名戶口。有好多時候，老人家係喺唔知情嘅情況下，變咗幫仔女執錢入袋，結果害到自己冇咗份津貼。呢幾千蚊對好多人嚟講可能係一餐飯、一件衫，但對於依賴佢生活嘅人嚟講，真係救命錢。搞清楚呢啲規則，唔單止係為咗攞錢，更係為咗一份生活嘅安全感。唔好等到發現戶口冇錢嗰陣先嚟抌春，到時就真係太遲啦。如果你對自己嘅情況仲有疑問，其實最好嘅做法係直接去社署網頁下載份申請指引，慢慢睇清楚。雖然入面啲字好細，但每一條都係錢。你要知道，社署嘅職員雖然有時好忙，但佢哋都係按章辦事。你資料齊，理由足，佢哋無理由唔批俾你。最怕就係大家收收埋埋，或者係聽埋啲街坊鄰里嘅江湖傳聞，話轉走啲錢就得，或者話去旅行冇人知。喺2026呢個大數據時代，呢啲諗法真係太天真。總之，記住誠實申報，準時覆信，留意限額。如果你做到呢3點，你份長生津或者傷殘津貼就可以攞得安穩，唔使驚無啦啦斷供，生活自然就更有保障。講到呢度，如果你仲係對自己個戶口入面某份保險，或者某個同仔女聯名嘅物業係咪計入資產有懷疑，又或者你唔肯定自己今年去旅行去咗幾多日，或者你擔心緊2026年嘅最新資產限額會唔會影響到你，你可以話我知，我可以幫你進一步分析，睇下邊啲情況最容易被社署扣錢，甚至教你點樣合法合理咁樣去規劃，確保你嘅基本生活津貼唔會受影響。你想唔想我幫你再深入拆解一下2026年最新嘅長者生活津貼資產限額，同埋嗰啲保險現金價值到底係點樣計出嚟㗎？